朕不过是随口一问罢了。请皇上容臣妾说完。臣妾死罪。说句冒犯皇上的话，臣妾敬重您是君，但更把皇上视作臣妾的夫君来爱重。烈日炎炎之下，众人前往圆明园行宫寻觅一丝良意。然而皇帝的心头却笼罩着一层阴霾，年羹尧的权位与旧日情谊，让他不得不带上华妃，一同踏上这避暑之旅。喝酒了，总会照面。什么东西啊？好剑法！果郡王云里奉旨入宫，陪皇帝习射为乐。他箭无虚发，一箭双歌，技惊四座，却也触动了皇帝深藏多年的忌惮。云里敏感地捕捉到皇帝的不满与猜疑，于是他立即表明心迹，誓言将如同隐匿光芒的宝剑低调处事，绝不涉足朝政之争。臣妾听闻皇上当日初见婉贵人，为怕妹妹生疏了，便假借17爷之名与妹妹品箫弹琴，这才成就今日姻缘，当真是一段佳话呢。甄嬛侍奉在皇帝身边，曹贵人却趁机在旁煽风点火。他巧妙地暗示皇帝，当初与甄嬛相遇时，他假借了果郡王的名义，这可能会让甄嬛对云里心生好感，而非真心喜欢皇帝。曹贵人走后，皇帝叫甄嬛对牛弹琴，这时甄嬛把琴弦弹断了，心不在焉的样子。然而这位生性多疑的帝王对甄嬛的疑虑如影随形，他迫切地追问甄嬛究竟从何时开始对她心生情愫。只是朕想知道你是何时对朕有情的。甄嬛巧妙地利用了于氏欺凌皇帝的借口，犹如游刃有余的舞者，优雅地绕过了皇帝的质询，使得局面瞬间得到了缓和。是在皇上解于氏之困之时，臣妾当时手足无措。虽然这对您来讲只是举手之劳，可在臣妾眼里，皇上是救人于危困的君子。朕何尝不知道你的心思，所以朕才爱重你。嬛嬛，今日的事是朕多疑了。眉庄虽然深受君王宠爱，但长时间没有怀孕，让她感到孤立无援。为了寻求帮助，她特意召来了来自故乡的太医刘本，希望能够从他那里得到能够生儿子的秘方。甄嬛郑重地提醒眉庄，行事需万分谨慎。眉庄则以坚定的眼神回应甄嬛，让她无需担忧。她解释说，刘本乃自己的同乡，关系清白无染，绝对没有任何不妥之处。微臣是前几日刚从济州任上调来的，这倒难得，我也是济州人。微臣竟有这等福气。正当温宜公主迎来她生命中的第1个周岁生日时，皇后决定为其举办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。在皇宫的深宫之中，曹贵人举办了一场宴会，盛情邀请了甄嬛、眉庄等几位宫廷中的佳人。宴会之上，气氛原本轻松愉快，然而眉庄突如其来的恶心呕吐，让场面瞬间变得紧张起来。在座的众人纷纷猜测，这是不是意味着眉庄已经怀有身孕？这种猜测迅速在宫廷中传开，引起了轩然大波。皇帝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更是喜出望外，他一直盼望能有更多的子嗣，如今听到这个好消息，自然是龙颜大悦。他立即召来御医，对眉庄进行了详尽的诊断，以确定她的身体状况。整个宫廷都沉浸在这份喜悦之中，仿佛已经预见到了一个新的生命即将降临。经验丰富的御医刘本立刻诊断出眉庄已怀有身孕，已有1个多月。皇后对此表示关切，并嘱咐眉庄务必安心静养，以保证胎儿平安。皇上，现在沈贵人既然有孕了，是不是该找一个稳妥的太医帮她照顾着？皇上，刚才来给臣妾诊脉的是太医院的刘本，臣妾觉得他很不错，他又是臣妾的同乡，要不就让他来照应吧。那也好。